洪德老人福利基金会办立秋衫裤的义卖，嘛专工邀请长辈来做马道，将台内底事清查，呼吁大家爱发挥爱心。汉地穿甲遮尔适拍，这是82岁的吴苏来美阿嬷第一摆做马道，爬上台顶电视清查。平常时就真爱水的伊，知影洪德老人福利基金会举办立秋寒天衫裤的义卖活动，就真欢喜要来表演。个年纪遮大，穿真正敢若囡仔呢。我从做人毋捌穿到遮短，人穿到长长安尼。这是洪德老人福利基金会第8档举办二手精品的义卖活动。前一阵因为疫情，二手衫裤卖了无介好，所以因结合线顶的销售，佮找到厂商，甲卖无了的衫裤管出来，互义卖商品更较丰富。希望大家做伙帮助弱势长辈。去年的话，募款我们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大概有少了40%左右。那今年疫情比较趋缓，那比较多民众走到户外来，所以我们今年呢，希望能够真的是能够达成目标，募到60万，然后来支持这一群独居弱势的长者。洪德老人福利基金会邀请民众响应立秋精品义卖活动，为10月25开始，总共举办5场。另外，线顶的销售嘛一直延续到年底。记者麦上营曾派文台北报道。